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3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应收账款，聊一聊裁员。最近我在节目里面一直反复强调因为现在经济形势不是特别好，大家都在收缩这个社会上流动的钱越来越少。2025年恐怕更加严重，有两种人比较惨，一种就是有贷款，你比如说买房子按揭贷款，那么2025年对吧，他一旦失业，那他就意味着要暴雷，他没有了收入来源了，按揭贷款还不了。而2025年这个失业状况，恐怕大家的心里有数。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人呢，就是他有应收账款。什么叫应收账款呢？我们说俗一点说的广义一点，就是外面有人欠他钱。一般的怎么形成的呢？一种就是对吧，他给人家供货，人家有账期，3个月账期。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所以这个甲方他很有可能就延长账期，你也没脾气。也很多人为了维持订单，为了维持他的业务，他被迫只能接受这个甲方不停的延长这个账期。有的是因为借贷关系，对吧？你把钱借给朋友了，我们把这也叫应收，或者借给哪个企业，总之把钱借出去了，笼统都叫应收这种情况下，2025年也有很多人会爆雷。为什么呢？就是别人欠你的可以免，可以要不到，没有办法追回，但是你欠别人的1毛钱少不了，对吧？你欠银行的钱，你欠职工工资，你欠农民工的工资都得给。所以2025年有应收账款，日子不好过。我为什么说应收账款呢？是因为应收账款这个特别的迷惑别人，尤其是大家现在看到，比如说2024年、2023年，你看到那些企业老板、小老板开工厂的、开路虎的，他还风风光光，但是2025年就是他们暴雷之年。他为什么看人家风风光光呢？因为他明面上他银行欠1000万，他负债1000万，但是他应收账款还有3000万，对吧？别人欠他3000万，所以他总认为自己有钱，我还有2000万呢，我的净资产，这不是老板还很风光吗？我今年一算，我账面我赚了800万，我怎么不高兴但实际上呢，他全是应收账款，他不知道风险已经来了，应收账款会拖死了。这就是2025年呢，恐怕很多小老板、很多供应商、很多搞企业的要共同面临的问题。今天这个新浪财经刊登一篇报道，叫20亿巨额应收账款压垮锂电设备龙头。这个锂电设备龙头就是叫先导智能，这是 A 股的上市公司这2天网上在传先导智能大规模裁员，多位先导智能员工证实，称公司赶着年底裁员，不但省了1个月的工资，连年终奖也省了。新浪财经以投资者身份求证先导智能投关部门，该部门人士表示，这些事情以公司公告为准，人员变动一直是正常现象，就算是行情最好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上述人士强调目前属于正常调整，人员变动跟业务没有关联，这叫煮熟的鸭子嘴硬分析人士认为，先导智能的高额应收账款已经对其经营现金流造成负面影响，可能导致公司资金周转陷入困境，这可能是裁员决策背后的原因之一。你看看作为锂电的龙头先导智能马上要大规模裁员，原因就是应收账款回不来，这个离破产就不远了，被吞噬的现金流。公司根据下游客户的需求进行排产及调整交付进度，对人员做出变动和调整属于正常现象，与行业周期步调一致。先导智能内部有关人士表示，公司的基本大盘仍然保持稳定，但根据社交平台上多张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显示，裁员理由包括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等。实际上，先导智能可能确实前2024年3季报显示，先导智能今年前3季度营收91.12亿元，同比下降31%，规模净利润6.08亿元，同比下降74%。其中2024年 Q3 就第3季度营收34亿元，同比下降45%，规模净利润同比下降87%。长江证券研究报告认为，因为下游锂电池行业产能过剩，国内市场需求放缓，先导智能去年以来订单承压，同时锂电设备验收节奏放缓，导致公司营收同比大幅下滑。在行业下行期，由于订单验收放缓，客户回款周期拉长，锂电设备行业普遍面临存货、应收账款计提风险。在这个上市公司在这个会计准则里面，应收账款好像是它分账龄，不是1年账龄给你提5%，就是有一个客户欠你1个亿，这1个亿已经欠了1年了，那么
么财务它处理的时候，你这1个亿就变成应该是9500万。如果3年占领，它要提15%，大概这么一个提法啊。如果5年占领，是不是就提完了？一个供应商一个客户欠你的这个供应款、材料款5年，那你还指望要回来？就这意思啊。这个新浪财经说实际上先导智能可能确实缺钱。2024年三季报显示，先导智能今年前3季度营收都是巨额下降。那长江证券认为当前锂电设备行业处于筑底期，公司财务表现短期承压。除了行业大环境之外，也就是整个锂电行业在承压，无论你是设备供应商，对吧，还是材料供应商，统统的占期在加长，回款变慢。那这是行业大环境影响。但是先导智能还有自身的问题，那就是巨额的应收账款在身。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先导智能的应收账款92亿元，占总资产比重28%。而三季报数据显示，先导智能的应收账款已达到93亿元。从2019年底到2024年上半年，先导智能的应收账款飙升了4倍，也就是外面欠先导智能的这个钱已经多了4倍。此外，今年上半年先导智能的存货高达131亿，占总资产的4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是负的18亿。也就是现金流还少了18亿，较1季度的负7亿继续扩大，1季度少了7个亿这一下又少了18个亿。你想想，地主家也没余粮。三季报数据显示，存货约133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是负的26亿元，这个现金大量的消耗掉消失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数字说明应收账款的高企已经影响到先导智能的经营现金流，这个恐怕是个不祥之兆会导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拉长时间来看，2022年以来，衡量公司短期偿债能力的现金流量比率经常为负值，说明先导智能的短期偿债能力比较差，可能需要融资或者消耗储备金来补充现金缺口。不光先导智能的应收账款在飙升，现金流在暴跌，这个先导智能它还遭到这个股东的抛弃先导智能的股东有宁德时代，说这次裁员事件背后是否有其他原因？先导智能也投关部门人士对此予以否认，表示公司并未进行无限收缩或砍掉。但值得注意的是，另有员工爆出了背后原因，称与宁德时代的款项有关。对于这个说法，先导智能内部人士称，应收款项问题也普遍现象，而且目前银行给的融资额度还是比较宽裕的，我们使用的并不是很多，是空穴来风的一些谣言，其实数据都摆在那里。就此问题，新浪财经求证了宁德时代，但至发稿时并未回复。先导智能半年报数据看，与宁德时代及其控股子公司有关的应收账款是21亿元，在应收账款中占23%。你看看就是新能源电池的巨头宁德时代居然欠先导智能21亿这应收账款。宁德时代曾经是先导智能的2股东，又是其大股东，双方曾经深度绑定。2020年9月，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管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并签署附属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双方形成实质上的战略伙伴关系。此后2021年2月又继续签了补充协议。数据显示2018年到2020年，先导智能对宁德时代及其控股子公司实现销售收入分别是 4.7 亿、18.1亿、15.7亿，占先导智能总营收比例分别是 12.1%、39%和 27%， 也就是先导智能将近1/3的这个销售对吧？或者它的产品是卖给宁德时代，卖给它的大股东。先导智能半年报显示，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根据经营业务需要，预计2024年向关联方宁德时代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65亿元。从半年报的数据看，今年上半年先导智能向宁德时代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商品金额为 5.34 亿元，那这个数字比当初预计的那少了 90%如果按照年初预计销售金额推算，今年下半年先导智能应该向宁德时代销售近60亿元商品。这些商品付款情况如何？是否就是这些订单产生应付账款，让先导智能本就捉襟见肘的资金链更加紧
紧绷，还需要年报数据进一步确认。可以确定的是现在宁德时代在先导智能的存在感正在减弱。今年11月28日，宁德时代减持先导智能1355万股。此次权益变动后，宁德时代持有先导智能 4.99% 股权，持股比例降至 5% 以下，彻底从先导智能重要股东当中淡出。分析人士认为宁德时代持股的成本价是 22.35 元，今年7月9日才解除限售。如果从资产配置及投资安排角度看，确实只有11月11日之后才有浮盈，持股比例降为 4.999%。减持的核心原因应该是保本的前提下，将持股比例精准控制在5以内，以获得更大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宁德时代已经做好了随时从先导智能撤离的准备。这里挑上市公司先导智能来介绍一方面它是上市公司，目前做的是给宁德时代主要供货；另外一方面，这个涉及到新能源，这两个都是咱们比较关注的，所以有必要谈一谈这个先导智能。这个先导智能一方面受行业影响，这个环境确实也不怎么好，也就是新能源汽车这个上这个锂电项目现在步伐慢下来了，因为这个产能过剩了，对吧？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你很难说还进一步提高，你接下来每提高一步，那个代价都非常成本更高。然后呢，国际上对新能源汽车那是加关税，贸易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对吧，对锂电设备对吧，这个需求要么就是减量就少了，要么就是战期拖长。但是作为这个锂电设备龙头就先导智能，它也不能停着，所以它还得玩命的去生产，扩大生产，它要给这些厂家供应这些设备，它就不得不接受人家的条件，对吧？战期要拉长，结果战期一拉长，先导智能垫的钱就越多，它消耗的资金就越多。虽然那边它可以从银行贷款，但是这个都是巨大的风险，因为宁德时代欠他20多亿，其他的公司还欠他几十亿，它应收账款恐怕是60亿。就大家这么想2025年、2026年恐怕是新能源汽车爆雷年。虽然2024年已经很多家爆雷了你比如说这个什么高和，对吧？极越还有哪吒，这都是现在不行。这些本身在新能源汽车行业里它的地位就不高影响力就那么大，本身恐怕就难以活下来。我们说的爆雷是指那个现在排名在前10，对吧？影响力比较大的，销量也比较大，这些主机厂商爆雷，他们一爆雷就会影响到先导智能这样巨额的应收账款回不来现在还没等到这个25年、26年新能源汽车爆雷，这个先导智能就已经开始裁员了，现金跟不上了。你看看就像那个房地产的恒大爆雷，恒大爆雷都3年了，恒大还在这苟延残喘，但是它的上游什么建筑工程公司承建商，对吧？南通什么几建都已经倒了好多家了，破产，对吧？什么装修的，给恒大提供什么瓷砖的上市公司的好几家已经破产重整，都是因为恒大的应收账款回不来。恒大怎么可能给他钱？恒大自己还在这耗着呢，下面供应商已经破产了，这个新能源汽车还在耗着呢，上游的供应商先导智能已经开始裁员了，这就是应收账款导致钱回不来。今天晚上还有这个供应商在喊话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商，这个不光是先导智能和宁德时代之间应收账款，其他的应收账款也非常都是很难结账。这个新浪网报道说供应商喊话长城汽车拖欠合同款39140元，多次发催收函拒绝支付，要求长城汽车法人魏建军诚信营商，马上付款。这个催款函是这么说的他说致长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他说我司2023年接到长城汽车什么部门IDC 部门关于提供技术品牌咨询、百度百科和稿件发布等合作诉求，于是积极响应，提供我司报价清单。作为贵司代表，跟我司确认了合作内容一堆就是实际上就是营销合作约定，合作启动期1个月后，且预验收合格，即需第2笔款项19670元。得如该笔款项今年2月表示验收完，已在走公司付款流程，但验收合格，贵公司却仍拖欠款项，完全没有支付。从去年到今年4月，贵司陆续下达工作，需要让我们成品牌咨询季度基础合作包，说我司已提供的服务和完成的工作成果以及对应的服务费用已超过了合同约定，我司为贵司的服务均全部经什么验收认可确认，因此贵司应按照约定在2024年4月30日前支付第2笔和第3笔款项19570
日元。说然而至今司多次催促贵司履约，但答复只有什么 IDC 冻结所有项目，无法履约付款，公司不处理我也没办法。目前事实为，我司全面甚至因贵司要求超合同约定履约后，贵司依然欠我司40%合同款项39140元，已明显违约和违法。希望贵司作为上市公司诚信营商，马上支付拖欠我司的款项39140元。如果仍恶意违约，拒绝履约，我司将通过法律途径，可在其他合理的场合以合理的形式寻求公义，所有责任一概由贵司承担。这个恐怕是一个汽车自媒体或者什么之类的啊，给长城汽车啊做这种咨询顾问的，就3万多块钱给不了。钱虽然不多，说明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还是问题重重啊。刚才说了那个先导智能，对吧？它是锂电龙头啊，实际上在锂电池行业内卷竞争更是惨烈。由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都在降成本，对吧？吉利要推8万元以下的混动电池，这是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啊，这新能源汽车大头是电池，这个3元锂电池，有很多人呢大概对3元锂电池不太了解，以为那个是什么高科技。实际上3元锂电池除了正负极材料，下面没有什么太多的科技含量，对吧？当然了，电池隔膜前期解决的就是那个3元锂电池里面的圆柱到这个方壳，圆形的到方形。现在这问题解决了，大家都稳定了，没什么别的进步的余地啊。所以这个锂电池厂家就开始降成本。降成本这个我是最清楚，我以前在国企干降成本。降成本换种说法就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但是呢，你性能不能下降太多，你性能肯定会下降，不用说了。但是你不能下降太多，就是勉强也能用。哪有那种说既便宜又好的东西？怎么可能，对吧？你用黄金和用铜，那效果就是不一样呢。但是你要用铜来代替黄金，好像也行。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你那个比如说锂电池里面它那个传导线呢，基本上用铜的，但是为了降成本，它可以把这个铜从粗的变细的，这个没毛病吧？本来是0.35的铜到0.22的铜，这是不是成本进一步下降？你要知道每个地方抠那么几块钱，它一个电池成本就降不少，每个地方都抠好，现在干脆铜还是贵我用铝也可以所以直接用0.35的铝，你成本一下又降了。还有很多反正就是降本增效，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什么叫恶性循环呢？就是说我们不能从工艺上面、从流程上面、从技术上面来降成本，所以我们只能从材料上降。从材料上降就导致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安全就大打折扣？是不是就牺牲了安全性？这就是为什么，对吧？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容易着火的原因那现在进入恶性循环，就是什么？大家越卖越便宜，你不卖便宜，别人不买，别人便宜了，他是怎么便宜的呢？他是降本增效的。那我要卖出去，我也只能更加降本增效，否则我这车卖不动那我只能更加在这个电池上面去偷工减料，所以这个电池的质量、安全性是不是就越来越差？这就是个恶性循环，没有办法，直到整个游戏结束，它这个恶性循环才能终止。有人就说了，那你通过技术突破，对吧？通过工艺，这个首先技术突破，它是新能源电池里这一块，它没有什么技术也就是突破的空间非常小，就是投产比不合算，就你要花大量的钱，最后技术攻关，对吧？技术突破才取得一点点，微不足道，所以这个是不合算的。工艺上突破呢，那也不容易，对吧？你的设备要更新，要上设备，都是投产比不合算。所以说2025年、2026年恐怕这个新能源汽车肉搏时代加速出清，真正的淘汰赛开始，而且这是大厂之间的淘汰赛，对吧？那些著名的小厂家恐怕早就自己结束了，大厂之间的淘汰赛正式打响。所以说比亚迪前一阵子给供应商发通知让他们自己，对吧？在现在的基础上再降价10%，这个就是要打响这个家具内卷的第一枪，要抢跑了。那这些主机厂商的供应商，他们都压着大量的货库，一旦这主机厂商不行了，后果是什么？就像那个极越暴雷，对吧？极越暴雷，那员工一闹，把员工的问题解决了，欠薪给你补了，对吧？把你裁掉，给你+1，没什么好说的。这个他的大股东百度吉利这出来兜底，收拾这个烂摊子。但是极越还欠供应商30多个亿这30多个亿就打了水漂了。30多个亿是谁下面多少个供应商呢？有的供应商就要暴雷，就是小的供应商实力不够雄厚的，直接就倒闭；实力雄厚的那也得挨一刀，30亿没了。所以如果想象到
2025年、2026年这个知名的主机厂商如果暴雷的话，上上下下有多少供应商要暴雷？所以如果你的公司对吧，现在做的就是新能源行业，是供应商，那就现在就得注意，随时见好就收了，把应收账款能要回来就要回来，不再欠款了。现在你进去进入人家供应体系，那个账期那是死的，4个月，那你宁愿不做。记住了，你表面上看做了很多，你账面上赚了钱，但是这个钱并没有到你手上，那只是账面盈利。一旦这公司黄了，那你就跟着一起黄，把你也带沟里去了。所以与其这样，那不如不做，要么厂子关门，要么保持个最低的运转。不管新能源汽车行业其他行业都差不多，只要你有账期的，有应收账款，账期在拉长的，账期越长，是不是你应收账款就越多欠的越多，这种风险就越大。所以很多老板应该是见好就收，差不多就你收的越早，你恐怕受的损失就越小。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今年春节你再看一看，很多小老板，很多开厂的，很多做贸易的等等，只要他有应收账款，只要他的账期在加长，恐怕这个春节是他最后一个还算舒心的春节了。过完春节恐怕他就麻烦来了，银行的账一分都少不了，但是别人欠他的钱你就是要不回来，你可以打官司，赢了官司输了钱。所以我们说2025年、26年是很多小老板暴雷之年。归根结底一方面是整个市场内卷，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源头在哪里？很多欠供应商的钱欠薪，它的源头是在城投那里，在政府那里，对吧？城投欠央企的钱，很多工程地方的这个政府的工程，形象工程或者是公路大桥，都是地方城投主导，他们是甲方出钱的，然后呢都有央企国企中标，他们是垫资的，完了是他们在分包给下面真正干活的，一层一层的转包到下面。本来是应该政府对吧，通过城投给这些供应商，给这个什么施工方钱，给这些中标的央企国企钱，但是他没钱给，或者给了一部分，后面都欠着。这个央企国企垫资垫了一部分，他也不垫了，因为越垫越多，政府拿钱来接不到，他也不垫了，这个项目就这么拖着。那后面各级都在垫钱，都结不到账，形成了三角债，对吧？由政府是源头的这种欠款，和很多这种主机厂商，就是新能源汽车，他们做源头的欠款不知道一起没法解决，对吧？两个欠款的链条它还交叉混合，最后解决不了，只有出清破产，由法院来裁定一笔勾销还是怎么着。按道理来说国企欠你的钱跑不了，应该会给，但是你拖不起应收账款它没有利息，拖你5年，1个亿拖你5年还是1个亿，拖你10年还是1个亿，但是你欠银行的钱那是利息往上滚，你一旦违约还有罚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供应商他要倒闭的原因。这边他是借银行的钱生产，那都是有利息，而且利息还很高，有的借的是高利贷，资金周转。你那边变成应收账款之后他也没利息，拖你2年3年，能给你结了就不烧高香了，所以他就吞噬了你的利润，对吧？最后打7折给你结了，你还挺高兴的，你这一笔一算下来，你净赔20%。说来说去就是2025年开始做生意要小心了，要注意应收账款，小心死在应收账款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